台南市教育局和广达文教基金会举办设计学习测定计划，鼓励学生走入社区内，探索各行各业的人生故事。囡仔呢是透过创作听见因的观察甲感受，嘛会当互因更加了解到多元领域，建立家己的志向也有信心。 囡仔念图做涂红啊，有人做卖蚵底的生理人，嘛有人做拍火兄弟，这拢是学生透过创意表达因对各行各业的理解和梦想。嘛有学生分享因参访里长的经验，看到里长为社区打拼，煞互因志向更加坚定。台南市教育局参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，伫6间国小设计学习计划。今年以润成一人做主题，鼓励囡仔走入社区，找到人拍拼的故事，嘛建立自我的志向。里长的这种努力不懈的精神，我很喜欢。要用这种方式去追逐我的梦想。譬如讲，你有想要达成什么款的梦想无？医生啊。好，你想要做医生？因为我想要帮迄无钱的人看病。成为一名导师，我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。学校表示，学生若去博物馆学特点，即摆嘛是一采访无共的高人，用耳仔听，用目睭看，嘛用心来体会，把故事记录落来。学生就作品创作表达因的感受甲敬意，嘛进一步了解各行各业成功背后的坚持甲态度。校方指出，这款以生活做起点的学习方式，不是直接互因答案，是教囡仔安怎去找方法，嘛帮助因建立思考。重点是来自于他自己本身，未来他要做些什么，从职人看到的品格，是不是可以让他有一些启发？那未来他也去呈现他自己想要做的些什么样的职人的工作。孩子呢，就是他有这种带着走的能力，好，那素养导向的能力，好，那探究的能力，好，在这次的活动、这次的策展任务里面呢，好，都能够去执行。即摆展览分做4大展区，囡仔看别人的故事，嘛会使对家己的未来更加了解。韩国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教育局表示，教育唔单单是教册内面的知识，嘛建立囡仔的信心参使命感，互伊更加勇敢去开创属于家己的一片天。记者李台南采访报道。